谢谢妈妈哦，那个一辈子的温柔与坚强。嘛足感谢妈妈啦，因为自较早细汉到这当阵，不管是几岁，对阮这兄弟姊妹拢是做爱护的，爱做关心的啊。若去共补田，我笑较早人拢一个人分一地尔哦，分一地饭，一地鸡肉是鸡肉尔，年手中心倒囝食。唔甘哦，妈妈爸爸，我拢嘛过口食口啦，来袂欢喜，家翁袂欢喜啦。佮人看的，佮嫁着散的吼，袂欢喜。你嫁查某囝？迄种感觉嘛是足艰苦的啊。啊，咱一条有人念念完断，再去替别人袂艰苦，嘛是足艰苦的啊。啊，嘛会唔甘啊？甲阮爸爸讲感谢的话啊。爸爸甲我伫来。啊，你讲天顶有听？哦，我怎个吧？我咧感谢我，互你疼痛安尼。啊，你较无迄个命，带咧走到后心底硬。我较好命，倒咧抓到后心底硬，安尼，足以后的三不五时啊，着买啥我食，买啥我食呢。啊，趁钱辛苦，我条嘛改着忙买。咱老岁人凊彩食食袂要紧啊。我条嘛讲啊，你也毋即马倒囡仔多细位咧趁，啊，搁也免互咱五月。啊，你啊毋着加配一寡。啊，都食有够就好，迄就是拢三甲遮侪人啊欠关系。